四盆牡丹排四围，无风无雨花袂开。等待三更冻落水，冻落花心花照开。歌戏国宝廖庆基老师伫咧母亲节进前，甲伊过去可怜的故事，一幕一幕展现伫众人面头前，面对过去的伤痕。伊也要鼓励即寡捌遭过不幸的人，会当早一日行过雨影，成做一类冻水牡丹，愈开愈水。查某囝唱出对妈妈廖庆基为歌戏无年无日伫咧付出的感慨，艺声也唱出对廖老师遭遇不幸的种种。唱词对歌戏国宝廖庆基自传冻水牡丹所来，描写廖庆基甲阿嬷、妈孙两个人的感情，也阁有家己经历的苦楚。2008年，廖庆基宣布离开舞台所杀的代表作，当初时就以歌剧呈现这出冻水牡丹。人讲四盆牡丹排四围，无风无雨花袂开，等待三更冻落水，冻落花心花照开。20年过去，台湾国乐团组织真侪高人，以戏剧扮演廖老师行过黑暗，开机散叶。那我们提出很女性的观点来看这个事情，不管这孩子是如何来到的，孩子跟母亲的缘分，从女性的主体来看，他不会被任何事情改变。古早人讲都爱认命，认命就生死。当然是认命的中间是迄个心足艰苦的，也毋过人生如戏，总是过去安尼。做戏超过一架子，今年86岁的廖庆基老师是4个囡仔的妈妈，也是歌戏的国宝。希望这出新的冻水牡丹会当安慰迄寡遭受苦难的人，勇敢活出更较水的花蕊。记者民警曾派文台北报道。